OK，大家好，屬雞嘅朋友，2026年光越強你要穩，因為2026年唔係去整低你一年，而係要令到呢個世界睇到你。OK，火馬年嘅節奏又快又亮，氣場大，當然就冇得比啦。所以屬雞嘅朋友，你本身就係屬於金啊，火就會旺，咁就會變成呢個舞台燈。但係火克金木，意思即係話代表有壓力、有挑戰，會曝光，同時間。你嘅光會被逼出嚟，你會俾人睇多咗你啦，聽多咗你，同埋講多咗你。但係唔需要驚，因為呢一年唔係話需要完美一年，但係最重要就係你需要真，要學識去優雅應對，唔係話一啲所謂嘅完美表現。喺2026年，你唔需要大聲講自己嘅嘢啦，最需要就係話穩定清晰，世界就會自然聽到你講嘅嘢。好啦，喺呢個影片裏邊，我分8個範疇去講一講屬雞嘅朋友，你2026年嘅運程如何啊？第一，自我盤點 SWOT analysis。今年 spotlight 喺你身上，光好大，但影都會更加清。問題就話，當完美做唔到嘅時間，你仲可唔可以保持嘅優雅呢？嗱，你嘅優點係有品味、有紀律、有分析力。弱點方面就係話太過挑剔、太過用力，同埋怕失準。機會嚟講就係話會被人賞識，有新嘅角色，有新嘅平台去做嘢。向威脅方面咧就係話壓力會爆煲，對自己太過苛刻，容易產生疲勞。所以3個建議俾翻大家，第一就話讓卓越出自清晰，而唔係出自恐懼。第二就係表演完之後一定要休息。第三，識得點樣公開去讚自己，唔需要等住隱形。如果夠好啊，做得夠好，已經係代表出色嘅話，你仲逼自己幾多呢？第二方面就係感情同人際關係，火年會令到情緒升溫，講多兩句都可能有火花。2026年，你嘅溝通能力變成一個好緊要嘅關鍵。問題就係話，你係想去連結人家，定係想去表現自己呢？好啦，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，放低你盔甲，用真誠去代替完美。第二，講少啲批評，多啲肯定。第三，感受比說服更加有力量。如果你再唔係去修飾自己，關係會變得更加真實呢？好啦，健康方面，所謂靜就係美，火太旺，咁金就好易被燒掉。所以今年大家屬雞嘅朋友注意就話皮膚啦、呼吸同埋睡眠呢3方面。好啦，問題就話你維持形象多定係維持能量多呢？好啦，如果你需要維持能量多嘅話，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，早啲瞓，飲多啲水。第二，每個星期安排一次冇社交。第三，收電話早嘅收工，比心靈更加可以得到呢個休息嘅機會。如果休息都可以令到你更加靚、更加有氣場嘅話，你仲會唔會停呢？第4方面講下家庭啊。家庭方面，我哋所謂用氣場安撫，唔係去控制佢。喺屋企係一個 tone set，tone 一set嘅意思就係你平，屋企就會更加平穩；你急，個屋企就會急。所以你想喺個屋企嘅氣氛、家庭氣氛裏邊創造啲咩環境？嗱，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話多啲欣賞屋企人，少啲去挑剔同埋去話佢哋錯，我叫挑錯啦。OK。第二就話放慢節奏先至講嘢。第三，學識陪伴啊，多過教導人家。所以諗諗，如果你屋企都會覺得，如果你屋企都覺得舒服嘅話，你會唔會做得更加好呢？好啦，財運方面，一句説話啦，簡單就係財氣。嗱，因為火會令金動，代表錢流動得快，財富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管理。但係問題就話，你依家賺錢係出於焦慮，定係出於策略呢？諗諗。3個建議俾翻大家。第一就話記低自己開支，管理心態先至管理數字。第二，長線規劃，唔好去跟風短跑。第三，投資喺穩定，唔係需要興奮。意思就係話唔好因為啱 feel 就去投資，諗一諗，睇清楚個環境先去做呢個決定。因為如果財富係源於平靜嘅話，唔係求刺激，你諗諗你嘅生活會變成點樣呢？OK， 喺事業同生意方面，2026年屬雞嘅朋友你會被睇見，所以講嘢做嘢出 post 都會有人留意。哇，呢件好大鑊。
呢一年係建立人品牌、建立個人品牌嘅一年。當人哋提起你，你希望佢哋感受到啲咩呢？所以3個行動建議俾翻大家屬雞嘅朋友你。第一，打磨你講說話同表達嘅方式。第二，指導他人，教學會令到你更加強勁。第三，目標有意義，目標唔可以有壓力。所以如果你用你嘅優雅去代替你嘅爭氣嘅話，影響力會幾大呢？好啦，第7方面，外在環境，啱啱講過啦，俾人家睇見，因為2020大家都想出名，但係你識得點樣喺光入面企得穩？問題就話，當聚光燈照住你嘅時間，你仲係自己咩？係咪仲係自己呢？好啦，點樣講法呢？3個行動建議俾翻大家屬雞嘅朋友你。第一，少講多觀察，成日都可以有氣場嘅。第二，管理形象，但係唔迷失形象。第三，留意你嘅圈子，寧願精唔要多。所以當你用冷靜去建立名氣，你諗諗可以維持到幾耐呢？好啦，最後一方面就係自我成長。2020年屬雞嘅朋友，你係一年叫打磨一年，唔係話要你改變，而係要你變得更加細膩。當冇人睇住你嘅時間，你仲會努力呢？ OK， 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雞嘅朋友你。第一，每日寫低3件令你感恩嘅事。第二就係做一件放鬆但係冇功利嘅活動。第三，攞一段時間養出新嘅智慧。諗一諗，如果完美變成定制，你仲知道你啲乜嘢呢？ OK， so 總括嚟講，屬雞嘅朋友，2026年，哇，2026年個光好慢，但係記住，佢哋唔係去個光唔係去燒你，而係照亮你。火煉成金，壓力會變成力量，挑戰會變成機會，所以你唔需要去爭，你本身已經有嘅氣場。所謂優雅唔係懦弱，清晰就係力量。當你識得喺熱度中保持冷靜，世界自然就會讓開條路俾你行。OK， 想知道2026年你嘅事業啊、財富同人際嘅能量嘅黃金時間，可以加入我哋嘅 Destiny Architect 嘅 Telegram Chat， 我哋一齊學識點樣喺火中閃亮，喺光裏邊發聲。OK， 多謝大家留意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